漫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今日来讲，歌戏小生出台，先讲一段独白，你甲我听看卖，看这是倒一出戏出，看这是倒一个小生。讲像我当初在家中日夜读书，专门功名有所寸进。头一句讲安尼，咱就听有，这汉文的用词，功名有所寸进，就是一寸一寸会当进展，看看慢慢进步就对啊。啊，过去那汉文咧讲一句话，往往也拢是应用伫咧学业寸进。哦，咱知影这个小生虽然现此时坐伫咧官府的交椅，伫咧讲这段独白，不过过去是艰苦囡仔出身，所以日夜读书，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加在行得上京考到高中状元，当今的圣上对我赏识，将公主嫁予我做牵手，我是驸马爷。那安尼是当朝的神上对我百般的基谏，哇，毋是干那皇帝伫咧阿老欣赏尔，连圣上都对我基谏。基谏就是汉文的言辞咧讲推荐，将咱的优点讲分别人听，替咱争取机会，安尼叫做基谏。所以国生冤啊谈遮，真诚意要感谢真侪贵人基谏，我才有条件伫电视台做节目，将我浅浅的所学，和所有观众朋友互相参考甲探讨。圣上基谏，我官拜高位，毋那安尼是。望讲毋是干那当为国尽忠尔，有一日阁会当出使外邦，发扬国威。外邦，原来汉文的言辞啦，因为若现代咧讲，简单表白就是外国的意思哩。讲来到这，我想到过去民主运动一条歌曲，关宝仪先生作词作曲，勇敢的台湾人。见面歌词头一句就讲：台湾岛屿原本美丽，受外邦统治了数百年，虽然英勇代代辈出，可惜拢半途来牺牲。外邦就是外国。国情啊，讲来到这，要介绍讲小生是啥人，唔免我介绍，家人来伫咧禀报。讲咱的府邸门口有一个主人抱一个囡仔，讲你的原配妻或者真香莲来伫咧求见。哎呀，原来就是陈世美反间，落尾去互包公掠去抬头，负心汉薄情郎的故事啦。